年5班，对不对？老师甲你讲哦，老师希望讲恁对老师学一寡较奇巧的台语的物件。今仔日老师要教你古诗吟唱。古诗吟唱就是咱咱有做侪古早的一寡吼，诗词拢真水。老师希望讲你爱用心来对老师学习，因为咱的台语除了有七音八调，阁有随渐变调，阁有第9声。上界特别的，就是咱的台语，伫古诗吟唱的时阵有特殊音、较文白音，吼。所以讲，老师今仔日要甲恁教的这首诗是啥物？来，再讲一遍。哦，你有够够，头拄老师随念，你就随咧注意听。枫桥夜泊，枫桥夜泊，我独乌皮送满天。 我老的送满天，江风如何对秋眠？江风如何对秋眠？姑苏新月寒山寺，姑苏新月寒山寺，夜半将声倒乞弦，夜半将声。 老师即摆用8声唱一遍吼，啊，恁点点先听看卖，吼，啊，若会晓唱，等下老师就会互恁表演哦。我独乌皮送满天，江风如何对秋眠？姑苏新月寒山寺。 夜半将声倒乞弦。即摆老师用着咱的音乐的伴唱段吼，啊，互恁来唱看卖。老师先唱第一拍，啊，恁较来对老师唱，敢好？好。 开你的课本第几啊？90页啊。唱出来啊！